台湾最近这几冬对越南进口的蚵仔数量是增加真多，因为价小合俗嘛影响到咱国产蚵仔的市场。也毋过越南的蚵仔去年验出讲有毒，有机性超标。也毋过越南甲咱台湾的蚵仔看起来是差不多，真歹分别。所以台南市的农业局按算3月份要来推出台南蚵仔的标章。工作人员真努力的爬壳拣出蚵仔，台南养殖蚵仔的平均年产量大约6000吨，是全台前3名。但今年因为进口蚵仔，特别是越南蚵仔的数量增加，已经严重冲击到本土蚵农的生计。越南蚵仔安尼会泛滥就对啦，2-3吨的物件有法度增加到20倍。你政府嘛爱出来重视这个问题。一大篮的蚵仔互吊起哩货车，过去接近农历过年的时阵，港口拢有真侪货车来载蚵仔，初五透早煞当有几台。进口蚵仔影响本土蚵仔的需求量，互蚵农怨叹今年歹过年。做一休五，有可能搁歇一礼拜哦。这一天是出去顺的搁倒来哦。啊，若较早是逐工拢出去捡了，毋是50人就60人，啊，无100人捡倒来。蚵仔行了彭公公，伊嘛是蚵仔煎的灵魂主料。本土蚵仔因为养殖顶成本，每斤价小比进口蚵仔贵至少30块，但两种外观真歹分辨。但有冬天也是风影大，台湾蚵仔较细粒的时阵，甲较大粒的越南蚵仔才有明显的差别。为着做出分别，台南农业局3月准备推出台南蚵仔的标章。你愿意花多少钱去消费，它就是多少的价值。这样是很好，可是因为这是价格的问题呀、越南比较便宜啊。他会用台湾的跟他混合。来到高雄传统市场，摊商主要卖东石的蚵仔，每斤价小伫200到270左右。摊商甲蚵农拢欢乐，部分的业者会将越南甲台湾的蚵仔揽做伙卖。蚵农嘛呼吁政府重视本土蚵仔的困境，加强进口蚵仔的边关检验，确保民众食了安全。记者台南高雄报道。